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听人祈祷的上帝，求你进入每一个拍开因心门的家庭。主听阮祈祷，听每一个阮所听遐的姊妹，因的祈祷进入因的厝内，充满伫因的厝内，充满伫因的心神。听人祈祷的上帝，求你进入每一个你所听囝儿、查某囝因的厝内，互阮伫圣神的内底来享受你带来祈祷的开展。主
同心来敬拜。拄着大试炼甲风高的时，耶稣讲我的稳定当也你你拜我为心是志，完全完约的时阵，耶稣讲我的稳定到也你主的话真入我心，相信的引带我。咱感谢上帝保守，咱的教会伫即礼拜就要开始恢复实体的主日礼拜。咱感谢上帝保守台湾，也愿上帝恩典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三甲地地，主的恩典教给咱用。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领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
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令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浮现在眼前。咱来活伫主的内底，主啊，我要活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活在你面前。无论世界怎么变，我要活在你面前，活在海角或天边。主啊，我要活在你面前，谁都不能转动我视线。就算狂风巨浪，就算黑夜漫漫，我要活在你面前。我要从海极发射，发出热烈的歌声。主爱像大鹰也看着我。我要向蓝天飞飞，飞到听我的天边，在你宝座前欢下去，全然得胜。我要活在你面前，无论世界怎样改变，我要活在你面前，要家庭
为他有当我实现。无论大风大雨浪，就算黑夜漫漫，我要活在你面前。咱当心来到主是稳步走前，欢喜徛起敬拜祈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阿门。主要拯救当作人，这稳定到位宽阔，每路人伊袂可怜，连作梦有出坎坷，就来临，搁再来临，主稳定，极大恩情，这稳定。传播，免作梦有出坎坷，咱的百姓已做义，是人真正来过，主为你献这祝面，虽袂见得着来临。来临。
咱用圣心、圣诗做祈祷，来到主是阮造前，免绝望，主成做咱的倚靠。兼有主君主予伊洗清气，兼有洗的救国的保卫，兼有专心求救主的清气，兼有洗救国的保卫，兼有洗的洗不清清的保卫，你的衫兼有清气白白那洗。兼有洗救国的保卫，兼有日行甲救主相逢，兼有洗救国的保卫，救主替咱赎罪实在真波动，兼有洗救国的保卫，兼有洗的保卫。兼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兼有洗救国的保卫。在那落来下那有白，洗清气救国的保卫。连阮咸话兼地主比办主体，洗清气救国的保卫。你的衫兼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兼有洗救国的保卫。目着罪过，伊就着拢总团你洗清气救国的保卫。连阮有话有做通洗清气，就来洗救国的保卫。你的衫兼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兼有洗救国的保卫。亲爱的姊妹，每一个暗时，咱工作倒来厝，咱行了外面带倒来，咱的身躯有 COVID-19。武汉肺炎的病菌，所以咱一定换衫，咱一定洗身躯。今仔咱所唱这条圣诗，咱真少唱，但是这条圣诗是咱每一个幽暗，其实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求主耶稣用伊的保护，甲咱保守，甲咱洁净，足好的圣诗。所听的姊妹，愿这条圣诗感动你，你甲主耶稣讲。我要洗，我要洗，我要洗灵魂清清的保护。我的衫要有清气白，亲像洗羊羔的保护。我要洗，我要洗。愿咱的主的面前，主用伊的保护，互咱得到洁净。兄弟姊妹，咱用这条诗歌为着咱家己，咱感谢咱的主耶稣。用两条咱真较少唱的圣诗，但是煞接这个感动，咱伸出咱的双手来邀请主耶稣，咱甲主耶稣讨讲，主耶稣求你用你的保护，成做我的记号。主耶稣求你用你的保护，甲我洗清气，互我的罪得到洗清，互我的家庭，亲像伫埃及。以色列人的家庭，当因咧过搬过节时，因就用羊羔的保护来抹伫因的门框。阮今仔日被爱主耶稣利用你的保护，抹伫阮的头壳遐顶悬。现在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讨讲：主，我需要你的保护。你的保护若伫我的身上，我就无惊吓。主，你的保护若伫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就有平安。现在咱家己伫主的面前，咱出声祈祷。
主，阮伫你面前当时自责，一条真水的圣诗，但是阮已经真久无唱。主，减有说，减有说。主，愿每一摆礼拜的时，每一个暗时，阮拢要搁定心默想。主耶稣羊羔的宝血，就是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阮进入因信称义、圣洁的活命的国度。主耶稣伫这个暗暝，阮恳求你为阮拍开恩典的门，互阮进入你的至圣所，来享受你甲阮三角之地。主，听阮兄弟姊妹同心的祈祷。主，听阮兄弟姊妹同心的祈祷。咱感谢上帝伫咱疫情的过程顶悬，保守咱平安。后礼拜开始，求上帝互咱慢慢恢复正常。这是恩典的门为咱拍开，咱伫主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为咱拍开恩典的门。打开恩典的门，来领阳光照出来，这光是主世界的光，点亮救主大日来，一大救主强运威，这门真正为我打开，为我。做阮梦现实大开，万国万人着亲近，无论路有贫贱富贵，来日对主写做阮一大救主强运威，这门真正。救主受死大阳光，大救主强运威，这门真正为我打开，为我。所听兄弟姊妹伫即个暗暝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当心祈祷的时，这条歌诚做咱的祈祷的声音。咱甲天顶的上帝恳求讲：
主求你为着阮的家庭拍开稳定的大门，赐大救主无穷运费。主你甲我开生命的大门，伫我惊吓的时，伫我孤单的时，伫我软弱的时，主你救恩的门为我拍开，也即咱家己大胆甲主讨，毋免我靠牧师陪恁祈祷。咱每一个人伫恁的家庭大胆甲主讨，主我拍开我的大门，恳求你入我的家庭。主我向你伸出双手，求你为我拍开稳定的大门。也这求就互咱，主讲求就要互你。咱伫今仔永暗，咱无搁再互武汉肺炎的疫情来搅扰咱。伫今仔日开始，咱要甲主讨讲，主啊，你要甲我开稳定的门，至大救主无穷运费，主你稳定的门为我大开。也这咱为着咱家己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你家己出声祈祷。主也去双手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祝福。主你拍开因的门，进入因的内底，你甲因讲平安。主你带阮伫你的身边，带阮伫人生道路顶悬。主你做以马内利的主，你陪伴阮。主你看阮，主设使阮中间若有生囝，主你抱因，就亲像阮教会迄张相片。主啊，大人就跟对你的边啊，细只羊仔囝，主你就抱伊。主你互阮教会大大细细拢来跟对你。主啊，你伫阮人生中间，甲阮带人生的道路，因为你讲你就是真理活命道路。人通过你，就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。主你今仔永暗，我要唱噩梦的诗歌。主你今仔永暗的祈祷会，阮唱出祈祷的诗歌。主啊，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神，甲阮撒甲伫地。主啊，阮无要每一个礼拜拢流目屎祈祷。阮有时，阮要出学了得胜的诗歌。主啊，我要宣告你就是至大救主无穷运费。主你要为阮大开稳定的大门，无一个人例外。主你将你稳定的门为阮拍开，亲像伫旷野地，你为着雅各，你拍开天顶的天窗，你用你的运费降临伫因的中间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伫这个暗暝，你组织阮黑暗要离开，主你的平安要临到。求主应允咱，这是迷信，让踮伫主的圣殿，学乐称谢敬拜耶和华咱的上帝。这是主的话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怜悯咱，应允咱家庭大大小小，这是迷信，拢徛起伫耶和华的圣殿，敬拜学乐耶和华至高的上帝。也这咱甲主讲阿们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，成做你的祈祷。主，这是迷信。拢做阮的帮赞，主阮这是迷信，拢要向你学乐甲祈祷。
上帝讲，我的百姓要徛起伫平安的所在，因要踮伫安稳的住所，因要伫平安的中间来休困。所听兄姐，愿恁永暗有平安的安眠。咱甲主讲阿们。然后咱举起双手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厝体，咱来宣告：阮的厝、阮的家庭要真侪安稳的住所，阮要平安好困。也即举起你的双手，为着你的家庭祝福，为着你的囡仔祈祷，愿主的平安甲恁三甲地定。主，你有听见阮的祈祷啊！主，你有听到阮众人的祈祷。主，求你将稳定甲平安放伫阮的中间。主，求你将稳定甲平安放伫阮的中间。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稳定甲慈悲，的确对阮到一世人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。大大的向上帝张口，大大的向上帝祷告，常常祈祷。不住祈祷，常常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主赏赐权能，主赏赐活命，愿让主耶稣基督的赐性命，为着阮中间拄着黑暗关系搅扰的，阮的兄弟、阮的姊妹。来祈祷，主耶稣，你为因赶出心中的搅扰。主耶稣，求你将你的平安光照伫因的内心，互因今仔永暗有讲袂出来的甘甜，平安好困。主歹困的阮的姊妹兄弟，主求你下手伫因的心头。互因伫你的形象，互今仔日永暗做伙祈祷每一个人，无一个人例外。愿你的稳定降临。主，求你的圣神来运行，主，求你的圣神来帮赞，主，求你的圣神来充满，用你的疼充满阮的家庭，用你的疼来充满孤单惊吓的心。主充满我，主充满我，主充满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。
求你怜悯阮每一个家庭。主听阮祈祷，主怜悯阮，主帮助阮，主坚固阮，主扶持阮。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兄姐，你有啥物欠缺？牧师毋知的事，你的亲人毋知会动荡，你讲袂出的吐气，上帝知。伸出你的双手，将你的重担交予主，因为主耶稣讲：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你将这个重担交予耶稣，主耶稣怜悯我，我将我的重担交托你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烦恼、快乐交予你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咱同齐用主的祈祷文来做咱的祈祷。阮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一世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日市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。到代代无尽，阿门。
关主的稳定甲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耶稣听恁，兄弟姊妹，耶稣听恁。